30日加減，暫日閏日回六，這是阿拉伯羅頭擺嘅一則故事。了解羅英家過身了後，留下來17條駱駝，留一張遺囑，照遺囑來本，大伙兒可以本到一半，二伙兒可以本到3個月，提曼呢是本到9個月。這下問題來了，17條駱駝愛讓別人來對辦本，愛讓辦本3個月，又愛讓辦本9個月。除了這2條來本，尚有法圖本的開錯以外，咁還有其他嘅辦法。不過，是駱駝又唔得錢，該3兄弟為到了問題太傷腦筋，還嫌沒到兄弟打冇來時，最尾不得不請族長才是。族長了解情況了後，笑笑講，為到愛使到你的兄弟煩惱，安樣好啦，愛送條不你的，都信18條，該問題唔就解決了。最神奇嘅係，事實上，駱駝本還係17條，族長並冇了剔8條啊。有錢多數學參考書，也係講頭腦急轉彎，這條書都有收錄到這則故事。事實上，這唔是單講係一條數學題婷婷，其中還有老愛的講，愛用辦來解決問題嘅頭腦。人講名家也係教育部常委何錦才先生，讀其身上就發生了一件當有奇妙嘅故事。原來係講何先生落屋大家兒先講，假使我讀台北坐火車轉家兒，讀車頭坐機場車，還來加發200個元，仲有法圖轉到屋下。有一擺，何先生要坐火車轉落屋時，愛坐機場車時，忽然間想到，一剎錯係200，三剎錯又未還係200。該樣添2個愛專心講嘅鄉親窮下來錯，該幾條就可以唔是加8錢啦。果然，即使略而問一下，就簽到2個愛專心講嘅人，留佢窮下轉，讀轉嘅路行人。大家免不得為擔得起來，講起來時，記得何先生讀中央政府父母，佢讀新港真有名，大家都當見從記。也兩時，該2個免費搭車嘅人將才講，該下係愛的唔是你。不宜搶錯車，這下既然相識了，該差錢而不愛掉來出賬好。何先生連繞手講，這本來就係愛應該而出嘅，
结果三杀相争而出现。这时节给相差四季开在讲乜咧？各位乡亲，我咪系先讲人，安样好啦？你哋特杀出一百，都比单土一杀错差少一百，我咪多拿一百，系讲安样？我哋大家都传一百个人，鬼差人少都未死，大家全都同意。其实解决有前多方法，只不过都俩竞争压力非常厉害的现代社会，想才将因批，是将自家为好吃亏。我哋强习惯用办法，就是骗人啦。思想爱让，思想爱让班长骗的人多，结果两头唔搭车，双双方都冇得到好处。可能我哋要多多思考加法嘅想法，双方多出啲的。多本人批的的，互相都感觉到有让面，该咁咪当好。